香港樂壇同影視圈傳來令人心痛嘅消息，殿堂級填詞人、資深演員黎彼得喺8月5號早上因病離世，享年76歲。好友鍾志光向星島頭條獨家證實死訊，透露黎彼得自今年3月已經因為中風瞓喺床度，身體機能逐漸衰退，最後與世長辭。消息一出，外界一片愕然。呢位曾經叱咤7、80年代香港樂壇嘅鬼馬填詞人，晚年過得咁淒涼，百病纏身，經濟拮據，同個仔關係疏離，最後喺護老院度過人生最後嘅時光。由浪子心聲到 Monica， 由許冠傑到張國榮，黎彼得用一支筆寫盡咗香港人嘅喜怒哀樂，卻寫唔出自己晚景嘅唏噓。鍾志光喺接受訪問時語氣沉重，詳細講述咗黎彼得離世前嘅身體狀況。黎彼得晚年身體唔好，今年年初已經入住護老院。去到3月1號凌晨，佢喺院內突然中風暈低，之後一直臥床休養。鍾志光憶述，喺黎彼得5月13號生日嗰日，佢曾經去探病兼為佢唱生日歌，可惜當時黎彼得已經冇任何反應。最令人唏噓嘅係，喺黎彼得中風前幾日，兩個人仲一齊飲過茶，當時黎彼得精神仲算可以，完全冇諗到之後會天人永隔。因為中風嚟得太突然，事前毫無徵兆，黎彼得冇留低任何遺言。據悉，黎彼得嘅家人希望低調處理後事，目前仲未有任何安排。鍾志光表示會尊重家屬意願，並對摯友嘅離去感到非常難過同不捨。黎彼得近年健康狀況屢次出現警號。2025年初，佢曾經因為感染流感引致呼吸困難，需要緊急送入深切治療部 ICU 留醫。當時佢大小二便困難，要插尿喉同輸血2包。醫生檢查後仲發現佢有貧血、糖尿病，腎功能指數都偏高。出院後體重減輕咗10幾磅。今年4月公開嘅9噏秘笈影片中，已經見佢身形暴瘦，雙頰拗陷。佢更自嘲因為太瘦搞到褲頭鬆脫當眾出醜。近年嚟，黎彼得最深入民心嘅角色莫過於 TVB 處境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入面嘅炮叔一角。佢係大四喜成員之一，角色深受觀眾喜愛。可惜2022年黎彼得因為心臟問題入院進行俗稱通波仔嘅手術後，被無綫勒令停工。劇情交代角色遠赴加拿大探親，此後佢再冇返過劇組，最終喺2023年離巢。黎彼得晚年百病纏身，經濟一度陷入拮據。2022年佢因為心臟問題需要入院做通波仔手術，私家醫院嘅10萬元檢查費用已經令佢黑不消，再加上做手術嘅20萬元費用，更令佢十分彷徨。幸好得到乾兒子黃宗澤主動幫手支付手術費。黎彼得當時受訪時感激咁話：佢一直都照顧我，患難見真情，難怪佢能紅能發達，人紅係有原因嘅。此外，富商劉鑾雄得悉黎彼得嘅困境後，亦曾經慷慨資助解決燃眉之急。據指黎彼得嘅經濟問題，亦曾經獲無綫電視高層曾麗珍及余慕蓮等先後施以援手。黎彼得曾坦言依賴劉鑾雄嘅經濟支援渡過難關，但當大劉健康惡化，家產由金俾掌舵後，資助喺2年前就戛然而止。對此佢都好豁達，畢竟自己同劉鑾雄非親非故，對方已經幫佢好唔錯啦。黎彼得曾經透露，有一次因為腎臟問題去私家醫院求診，醫生睇完報告後得知佢冇購買醫療保險，考慮到私家醫院深切治療部每晚收費高達10萬元，為免佢因為龐大醫藥費而破產，迅速安排救護車將佢轉送去公立嘅威爾斯親王醫院。佢大讚對方係極具醫德嘅仁醫。黎彼得嘅私人生活同樣令人唏噓。佢生前曾經有過一段短暫嘅婚姻，
喺39歲時因為患上肝病，一度被醫生勸誡停工，因而生出結婚念頭。佢曾經笑稱失業啊嘛，冇乜聊賴，年齡又差唔多，咁啱又有位女士喺附近撞到，又幾啱傾喎，就搞結婚。然而婚姻僅維持3年就結束，前妻選擇離開時，個仔只有3歲。離婚後，前妻同兩父子再冇聯絡，黎彼得展開近40年嘅帶子雄狼生活，身兼母職獨力撫養年幼嘅仔長大。可惜黎彼得同個仔關係疏離，佢曾經花咗10多萬元送個仔去南京攻讀為期4年嘅中醫課程，期望個仔有一技之長。然而事與願違，個仔經常逃學，最終未能順利畢業。個仔返港後長期處於躺平狀態，終日留喺屋企沉迷打遊戲，唔願意外出工作。黎彼得曾經形容兩父子關係形同陌路，雖然同住一屋檐下，卻好少溝通，甚至感慨若自己離世，個仔瞓天橋底都唔會死。個仔30幾歲時欠落10多萬元嘅信用卡債務，要由年過70嘅黎彼得代為償還。更令人心寒嘅係，黎彼得因為流感入院時，曾經打電話俾個仔，但冇人聽，幸得鍾志光第一時間接載個仔去醫院探望。據報當時個仔顧住打遊戲唔聽電話，要鍾志光去黎彼得屋企敲門將佢接到醫院。黎彼得曾經坦言自己唔敢退休，因為屋企仲有個仔等緊佢去養。單身近40年嘅黎彼得曾經抱住唔想連累人嘅想法，冇考慮再婚。然而多次入院喺病床上見到其他病友有親戚家人陪伴，頓時感到孤苦伶仃。2025年，75歲嘅黎彼得一改想法，決定喺網上節目中公開徵婚，坦言希望尋求靈魂伴侶互相照應。佢喺節目中提出合約婚姻制，建議結婚唔應該係一世，而應設限期。佢更自嘲長期單身已經令自己變得心理變態。如今睇嚟，呢位一生寫盡無數情歌嘅鬼才填詞人，最終都未能揾到屬於自己嘅靈魂伴侶，令人不勝唏噓。離開 TVB 後，黎彼得轉戰 YouTube 頻道，同鍾志光主持節目《九噏秘笈》。呢個節目由黎彼得自編自導自演，每集有唔同主題，例如出軌、忘年戀、名人飯局同粗口文化等，如同一本論盡五台山風雲嘅有聲書。黎彼得透露，黃霑生前曾經揾佢出書，因為唔想變金科玉律，又怕同被爆主角撞口撞面時面懵懵。做呢個節目好處可以隨時執生，唔會寫死人。喺節目中，黎彼得大談香港娛樂圈嘅各種八卦，幾乎乜嘢都敢講。佢狠批當代歌手張敬軒同 Mir， 認為佢哋唔配稱為歌星，又批評 TVB 中年好聲音評判伍仲衡本質有問題，甚至坦言周星馳唔係好人。呢啲大膽言論雖然得罪咗唔少人，但都為佢帶嚟咗流量。黎彼得最後一次錄影《九噏秘笈》係喺3月9號。節目最近一次更新佢嘅影片係喺6月11號，當時佢中氣十足咁預測世界盃賽果，睇好西班牙奪冠，一語成讖。邊個諗到呢位喺鏡頭前談笑風生嘅鬼才，幾個月後就與世長辭。黎彼得原名黎成就，1950年5月13號出生於香港。佢並未受過高深教育，小學5年班就輟學，喺街邊幫阿媽賣報紙。年輕時嘅佢中意聽許冠傑嘅歌，尤其中意天才白痴夢，寫人生如夢，世事如棋嘅道理。命運嘅轉折嚟得偶然。當年許冠傑喺年青人周報見到黎彼得寫嘅專欄，主動提出要認識佢。當時許冠傑為半斤八兩填詞時遇到瓶頸，發覺一個人寫詞唔夠，要揾個拍檔。黎彼得幫佢修改歌詞，加咗滾水淥豬腸、濕水炮仗點會響等鬼馬句子。呢一合作如同炸彈般轟動，電影半斤八兩12首歌首跑出。
由1976年嘅半斤八兩專輯到1982年嘅難忘你紙船，兩個人合作咗7張專輯。黎彼得為許冠傑填寫嘅歌詞大多反映市井生活，用詞通俗生動，鬼馬幽默，充滿諷刺與市井智慧。呢段黃金組合時期嘅作品包括《浪子心聲》、《你窩錢少財神到》、《半斤八兩》、《加價熱潮》、《賣身契》等。其中《財神到》更加流行咗接近半個世紀，成為每年農曆新年必播嘅經典賀年歌。除咗許冠傑，黎彼得嘅才華亦吸引咗當時無數樂壇巨星同佢合作，包括譚詠麟、張國榮、羅文、梅艷芳等。佢為張國榮填寫嘅《Monica》，為梅艷芳創作嘅《將冰山劈開》，為譚詠麟創作嘅《愛人女神》同《天邊一隻雁》等，都係傳頌至今嘅經典。2008年，黎彼得獲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 CAS 頒發音樂成就大獎。然而，呢段被譽為香港樂壇最佳曲詞組合嘅合作，最終卻以決裂收場。黎彼得曾經將拆夥矛頭指向許冠傑嘅太太，佢曾經講過，因為開始冇話題，冇嘢傾，佢太太都唔想我出現。因為每晚同一個男人一齊喺屋企傾通宵，有段時間 Sam 都話我老婆又投訴今晚又同你一齊。黎彼得後來喺網上節目《九噏秘笈》中再講呢段恩怨時，口風有所轉變。之前有人好似知道咗我哋嘅事咁，話我話佢老婆唔係人，又話佢老婆唔中意我，佢哋點可能會知道？全部都不知所謂。佢又稱許冠傑向來錫老婆，有人話佢老婆向人講，呢個損友黎彼得教到佢老公飲紅酒又食雪茄，擺我上台，關我鬼事咩？不過算啦，如果佢覺得關我事，就當作係我啦。盡管如此，黎彼得始終視許冠傑為恩師，佢係我嘅恩公、恩師，呢個大家都知，都唔能否認。對於兩個人仲有冇機會合作，黎彼得直言冇啦。大家已經係長者，唔好再玩，過去就係過去，無謂再依戀。分手之後已經幾十年冇見，冇通過電話。90年代後，黎彼得慢慢淡出填詞界，轉型成為演員。佢參演咗唔少周星馳電影，包括1990年嘅《望夫成龍》、1991年嘅《逃學威龍》、1992年嘅《武狀元蘇乞兒》、1993年嘅《唐伯虎點秋香》等。喺《唐伯虎點秋香》中，佢飾演嗰位講出咗青龍又白虎嘅華府老師，雖然只出現咗1分鐘，卻成為經典。然而黎彼得對周星馳嘅評價卻頗為直接，佢曾經坦言自己已經幾十歲，星爺都冇角色可以俾佢做，所以兩個人冇可能再合作。由街頭賣報嘅小學輟學生，到叱咤樂壇嘅鬼馬填詞人，再到 TVB 嘅金牌綠葉，黎彼得嘅一生跨越咗香港娛樂圈半個世紀嘅變遷。佢寫下咗《浪子心聲》中命里有時終須有，命里無時莫強求嘅人生哲理，寫下咗財神到中財神到，財神到好心得好報嘅市井期盼，亦寫下咗《Monica》中你以往愛我不顧一切嘅深情告白。然而呢位為無數巨星寫下金曲嘅鬼才，晚年卻喺護老院中孤獨度日，中風後臥床5個月，最終身體機能衰退離世。佢一生最親近嘅朋友鍾志光，喺佢生命最後嘅時光裏始終陪伴左右，為佢唱生日歌，接佢個仔去醫院，向外界證實佢嘅死訊。呢份情誼或許係黎彼得晚年最大嘅慰藉。黎彼得一路好走，天堂再冇病痛，亦唔再需要為生活奔波，為個仔還債。願你喺另一個世界繼續寫下鬼馬生動嘅歌詞。